每次长唔到啊。师傅做通板牙的时节啦，做在本到中初到该通牙两种来看啊。中初的时节开始会做该滴水的可能该丰眼板可能安尼做吼，做好以后该挑固定好以后，佢会按照开始的地方吼，会先做一张样水，该下背按照会师傅会铺该洗牙，吼师傅讲洗牙，该洗牙是会调整下弧度啊，好调好以后吼，按照上面是开始铺中粗。中粗一地一地慢慢铺吼，铺基地以后会用该水平车去夹，吼有水平有10个走上去，吼做一段是会夹一排。紧到该最东部的时间吼，该是衔接的地方到该牙胶上摆做先预留好的该地方接的时间吼，该嘛动绕筋一定要接顺，韩国会打现来吼，莫本该牙留下来，因为到了会有疼痛啊。好，你中粗做好以后，就先起水，是不会在该最东部的地方哈，倒水，是地讲该水有行到东岸，顺行出去嘛。该有，按照是做在做通牙常常有会先做该构头，该头固定好以后，会用该牙条主要容易是讲吼，按照中只中粗。东岸吼，其实该都冇办法的，本期做得有通风的一只风巷的地方啦，所以该地方按照改只那种牙条上去以后，你讲会唔会跌落去？因为会跌落去吼，师傅讲该水是会天然就到按照地方去咧，所以会先铺一层该牙条一层做好以后，按照有表内有10个表一层，表2层头以后，按照讲做在表该块，表好以后讲在表该通牙常常吼，因为一节全部表顺以后吼会割起来，韩国佢该软水嘛系无顺来，韩国最东北该会有会接好，吼，安尼中粗到通牙都做好以后吼2片。吼，该肺有咩无限来，吼莫被落体啦。安尼几只个不同的该牙是会全部验，变做唔系讲一行两行系讲几地全部系强下的意思。安尼佢就会当坚固啊。师傅有讲过吼，佢是到按照客家的牙槽吼，绕好多的冇强壮的地方吼，有一只地方是系按照会当绕口该软水啊。是讲按照该牙的弧线，也看事情当重要，唔系做切，做安尼慢，按个师傅讲安尼慢按个软水啊，好，韩国应该活动嘛，系安尼软，唔系安切，好，所以师傅会指导讲按照做了牙吼，当绕筋的时候讲，你的该牙会铺顺来，所以通牙。颜色头好，你系中粗的用到的颜色，应该弧度的全部差不多强壮的吼。安尼做起来，该是会当顺，你水行到顺，就行东岸的时间吼是唔会流水啊。韩国你下天气吼冲下到东台的水啦，所以伤心难免吼，就咩会落球以后该牙会失水啊。吼，所以佢有该通风的地方吼。天气吼，佢当驾驶走咧，所以佢木动几只吼，其实会干爽。佢安以后佢会该熟啊吼，行啊、狗啊，该都就唔会坏体啦。所以师傅讲吼，通风、韩国水流会讲，这2件事情是按照咱传统牙所最要紧的事情啊。